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6例本土病例，大部分拢是伫居家隔离的接触者，也毋过新北市有一口罩4人确诊，佮找无感染源。行政院宣布管制11档的日本福岛5元起食品，2月底当进口台湾，嘛强调用比国际较严格标准来把关。卫生纸2月底会起价，进口的樟树油嘛已经起要1杯，过来相关的油品恐价卖都会起价。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22例境外病例，佮增加26例本土病例哦。大多数拢是伫个居家隔离的时阵转做阳性确诊。阿旭电脑相关的是增加7例，第一物流是增加6例。另外，新北市有一口罩4个人确诊，其中有1个人是伫台北市的信义区的上班，目前是佮找无感染源。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案例有26例，那境外移入有22例，那这26例本土的案例里面，它是居隔转阳、阴转阳的是22例，有4例是新的。这是有关礁溪的饭店的衍生出来的2个案例是，就是我们新验出来的居隔内阴转阳，阴转阳的18495到台北来，有同学大家有聚在一起，大概是下午茶这一类的，有4位18375所延伸的房仲加在圆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群聚来，点点幼儿园的里面有3位的染疫，然后有1位家人也染疫，从前都餐厅然后延伸到加贝尔幼儿园解隔的时候有3位是确诊，加贝尔的小孩跟那个家人一起被确诊。那另外有1位是保姆远雄自贸园区真的2147人，那有7人是确诊，那这7人都是移工，都是在检疫所里面居隔，时候都是居隔期满验阴，那回到宿舍，但并没有上工，日益公司里面的一个检验，他的居家隔离者总共有268位，6位是阴转阳，家人这里面他有4个人他是染疫，那目前还追踪不到这个来源跟其他的案例的关联性。桃园的阿旭电脑佮第一物流今仔拢阁有接触者患着病哦，因为这礼拜5就要开学咯，市政府嘛继续帮学校佮教育机构的教职员注疫苗，伫开学进前注第3档的比例应该会当有9%。受疫物流群组感染事件影响，桃园市龙潭公有零售市场进前有确诊者来遮摆摊，休市3天加上市场例行公休日已经正式复业。期间环保局连续3天大清销，1000外打商甲附近里民拢接受体检，全部拢是阴性。就是有确诊者在那边摆摊啊，对啊OK， 所以就清销啊。是，所以现在生意大概跟以前差几成？可能2、3成吧。有感觉有回来了吗？没有了，还是有差几成？差了1半以上了。差了1半以上。针对疫物流群组感染事件，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高风险264名居家隔离，而采结果已经出来，有新增加确诊个案。采检出的个案，我们一样会调查他的这个足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个增加社区的风险。另外，万雄竹无港区群组感染事件虽然进入清零收尾阶段，阿旭电脑2147名员工全部采检完成，7日又增加新的确诊个案。因此，亚旭电脑这个前进指挥所应该不会那么快结束任务，还会复工前仍然有一些清零的计划要进行。特别开学要提悬疫苗保护力，市长郑文灿也是早公司立各级学校加教育机构教职员第3期疫苗注射进行。那我们照这统计，还未施打的有16499位。那今天施打完毕以后，那么覆盖率就可以到达95%了。其实多少会有点担心，对这之前，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应该会比较放心一点点，对，加上自己有打第3剂了。
台湾参表示，已经将近600多高中、国中小学教职员完成注第3剂疫苗。针对无注疫苗的人，注册各扩大到幼儿园补习班、医疗中心、社区大学、乐龄中心，设备一天伫北京学校设注射站完成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港有一个放港的话着碑，交通部航港局按算对初9明仔载开始，国内所有港口放港的，逐礼拜是拢爱做快筛甲 PCR， 拢是阴性才会当上船哦。若是船顶有人话着碑放港的，只会当伫岸边来引导。之前话着碑暗号1924是迄位放港的哦，因为之前有通知讲伊爱做体检，也毋过伊的人却拢无出现，麻烦罚20万。高雄港区采检工作继续进行，目前高雄港有42名饮水人，除了确诊的案例以外，1月初6开始PCR采检，目前拢是阴性。初8会完成自采，确诊的饮水人个案1924例，被交通部航港局认定快筛时间无依照规定，也无寄回样本，依照上港法罚20万。认为说他没有规定去做快筛。这是违反我们的规定，所以依上港法有开罚。为确保饮水人健康，航港局加严规范。2月初9开始，各港饮水人拢爱每礼拜1摆 PCR 加快筛证明相同阴性才能上船。另外，上船过程，驾驶舱甲人老船长、大副甲操作员各保持社交距离。若引领船有染疫记录，全部改用婉固领航免上船。不到船上去，你就看不太出来这个船它。在航道上面航行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你要近岸，你要去靠码头的时候啊，就很多小动作啊、小技巧就必须要弄，那你远距大概就不太容易了。饮水人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因为他是直接进到船舱里面、机房里面去引导这个船进来我们的港口所以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相对的，他假如说染疫的话。是危险的。饮水人协会表示，疫情爆发到即马已经2年，只有1位饮水人染疫。就知影大家拢非常遵守规范，对染疫的人无依照规定时间快筛被罚，认定是有时间甲沟通上的误差。也呼吁中央对入港的船只爱严格检疫，来确保饮水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高雄，拢有防疫旅馆发生烧毁事件，昨嘛有3例境外病例，防认定讲是伫旅馆喂着病，所以改做本土病例。目前嘛已经有8间的防疫旅馆有群聚感染了，所以有专家就建议讲，应该赶紧针对旅馆的空调甲相关的设备定出规范。国内防疫旅馆群聚连环报，初7有3例境外移入，该判做本土新冠肺炎确定病例，原因拢是旅馆群聚，其中2例伫台北市，1例伫高雄市。指挥中心推测，真可能是天棚空芳，互病毒对气流相通，造成互相传染。有医师表示，国际早已经认定新冠病毒会透过空气传播，指挥中心应该赶紧针对旅馆空调加定出规范。当你说你在防疫旅馆做隔离检疫的时候，你还能够闻到隔壁房间的泡面味道啦，或是说抽烟的味道，那都是不及格的哈。另外，有专家认为，防疫旅馆无法度关病毒，应该建立本土医疗模式，将人关伫防疫旅馆这么济天，不如要求居家检疫的人出关了后，落实自主健康管理，搁增加体检频率，才能伫第一时间防止社区传播。用快筛的方式是对大家都方便，然后同时也减少大家的风险，那我们要帮他筛是在他要离开防疫旅馆那个时间点，我们要帮他筛，那个时候需要专业的人员进去帮他采比较深的鼻咽部的检体。专家强调，Omicron的动静死亡率相对较低。目前国际防疫策略已经不是封锁边境，台湾慢慢解封边境一定是爱做的代志。同时鼓励民众爱做疫苗，落实过来洗手、挂嘴安等防疫作为。未来爱兼顾防疫甲振兴经济，慢慢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有真侪公司拢要求讲，员工上班之前都爱做快筛哦。也毋过，全台湾真侪所在，即马快筛汽车是真歹买。伫花莲哦，敢若村大病院有快筛通使用哦。也毋过，费用是比一般市面上买的较贵。花莲邮局不少人拢咧问是毋是有卖快筛汽车，毋过10间邮局有9间拢无货，多点便利商店拢欠货。
好几家，所以他就说都缺货，所以我没有去啦。他说暂时不会有啦。应该都是缺货吧，有订货啊，可是都没有进来，大概有1-2个礼拜左右。部分连锁药局只卖一盒5支的试剂，民众若无想要合买，延去花莲大病院自费快筛。不过药局一支计销300个，病院是爱500到600个之间。大家拢在抢，主要原因就是过年了后开工，大家拢有需求。没有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所有他们工厂做出来的部分全部给政府征收了，或是医院征收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花莲县卫生局呼吁民众唔通惊吓，防疫应该按时以做疫苗为主。预防针是一个主动的预防，那快筛只是一个被动的预防啊。那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医疗这个院所都来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卫生局强调，物流公司恢复上班了后，各药局快筛试剂就会恢复正常。民众若是买无，大病院力量也是真充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有头一个因为做高端疫苗得到疾管署药害救济案例哦，嘉义市一个民众因为做高端皮肤酱，判定讲是高端疫苗的副作用，赔偿5000块。另外，伫台南有一个因为做莫德纳胸坎痛，规身躯嘛正酸痛哦，佮喘气困难，最后是不幸过往。虽然无法度讲确定甲疫苗有法关系，也毋过嘛发30万的救济金。本土疫情也未稳定落来，各县市民众3钱要做疫苗，有真侪民众做第3档对家这时阵会选择高端。不过，伫嘉义市有一位本身带有异位性皮肤炎的民众，去年10月初注射高端第2档了后，却出现皮肤痒。虽然无法度确定皮肤痒甲做疫苗的牵连性，不过也依照相关的审计办法，伊去互核定5000块的救济金，协助全台湾头一个高端救济个案。在11月中旬的时候，有帮忙送件申请这个疫苗受害救济的这个申请。那在1月13号呢，会议记录有提到会给予这个救济金5000元。除了嘉义市伫台南也有一位糖尿病慢性病史的民众，去年7月注莫德纳头1档了后，隔当天出现胸坎痛、规身躯酸痛，甚至是无法度喘气、失去意识，落尾不幸死亡的个案。死亡原因认定是甲心血管疾病有牵连，虽然无法度认定敢是做疫苗所引起的，落尾也是合法予伊30万的救助金。死亡原因为心休克、心血管疾病等。本局接获之后，协助通报不良反应，并协助申请要害救济。目前尚未收到正式审议结果，如果收到，会按照专家会议决议办理。其实各县市拢有做疫苗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个案，敢若嘉义县送到中央做救济审计的，就84件，已经得到赔偿的有2件拢是做 AZ 疫苗。不过县政府也是呼吁民众，也是爱做疫苗，减少重症可能性，互家己加一层保护。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5，高中、国中、各国小就要开学咯，学校嘛开始消毒准备防疫物资。咱来看云林县哦，虽然因无本土病例，也毋过县内教职员第2档的注射率嘛已经有98%咯。县政府嘛规定讲，无注2档的人，逐礼拜拢爱做快筛，才会当入去学校。各地头的国中、国校啊，11就要开学，因为高雄市目前也有疫情，学校要开学也毋敢放零防疫。高雄新上国小初八透早都无用伫学校内底外围做消毒，也准备快筛试剂提供给需要入来学校的人员。凡是啊，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注射完第2剂的这个，比如说校内的工作同仁或者是校外进来的，我们都会提供1次的一个快筛。那云林县虽然无疫情，不过针对开学的防疫工作嘛做甲真彻底。到6点南国小的教职员用透白的漂白水，甲教室内底桌啊、椅啊、办公室场所来回消毒，佮清点真侪防疫物资。在为孩子准备了每一个人有20个的口罩，然后要一并的发放给孩子。那另外学校也利用这段开学前的这几天，也请我们的安心人力的伙伴们，然后来进到各教室去做环境的一个清洁消毒。云林县教育处表示，因为休假长，开学了后，学生若是有发烧的症头，希望家长拢会当主动通知，入来学校进前也会磅体温。那目前云林县教职员第2档疫苗注射率已经有98%。教职员工那我们第2剂的施打率已经接近98%。如果没有接种2剂的这个教职员工，我们会要求一定要做这个快筛，才能够到学校
有学校表示，已经爆发到大，已经经历过几纳摆开学，教职员对学校防疫措施拢有分工进行，泵体温的机器、酒精等等的防疫物资拢有够。开学了后，也会遵照相关的防疫规定，学生会当安心来上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早起宣布讲，要解禁管制11档的日本福岛五原市的食品进口台湾。今仔开始进行预告，2月中以后会正式来公告。也毋过，行政院嘛强调讲，毋是完全解除管制哦，有部分的产品嘛是搁共款禁止进口，嘛用比国际如何严格标准来为民众把关。在今天进行相关的预告程序，以新代旧3原则3配套。力求稳健，排除障碍，解开缆绳，跨出一步。行政院召开日本食品输入管制措施记者会，行政院政委邓振中、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王美花，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拢有来，宣布台湾要对日本福岛五原食品的限制合理调整，有3个原则回归科学检验，比国际标准更加严格，为个人食安把关。同时有3个配套，为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是。禁止特定产品进口，针对有风险性的品项要求详尽证明，嘛伫边境进行一批一批检验，强调未允准核实进口。能够通过相关在日本可以流通的产品，基本上它的一个检验跟安全是有保障的。好，但是我们为了让国人信心替食安把关，所以我们在设立相关的关卡，然后逐步来检验，来确保它的安全。发言人罗秉成指出，2011年日本东北发生311核灾事件，台湾甲真侪国家同款，决定暂停输入福岛五原食品。在1年过去各国豆豆解禁，敢若剩台湾甲中国。这10年来，台湾对日本食品进行輻射检验18万件，全部拢合格，嘛完成6份的风险评估，以科学证据确保食安。佮加上台湾是外部保险的国家，要加入 CPTPP， 袂当拢无行出去。我们有评估过，即使开放了福岛5县的这个9大类食品里面，大概有8项是属于农产品。我们评估最多1年大概会增加0.7亿美元，不到20亿台币。佮实行放宽限制，毋过也是有禁止食入的物件，包括野生鸟仔、动物肉、菇类、佮绿油菜、特定地区的品项水产品、菇类、茶米、乳制品、佮RNI 食品，拢需要详证明。对当时阵会当正式开放，罗秉成指出，有过20天到2月18，若是顺利，希望2月下旬会当公告。记者郭灿、郭志玲台北报道。针对行政院宣布要开放福岛五原市食品的进口，国民党是强烈反对，嘛批评讲这是台湾食品安全上黑暗的一天，提出真侪质疑哦。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表示讲，因并无反对开放，也毋过质疑咱的政府甲日本迄灾区的食品改名叫做福岛五原市的食品，是调故意要来减少民众的疑虑。伊嘛要求讲，咱政府爱甲社会沟通，嘛爱对源头来管理，爱清楚来表示。民进党食安不把关，国民党大声表达抗议，批评行政院策略突然开放福岛五原市食品，这是食安上黑暗的一天。虽然行政院伫记者会上答应绝对未开放进口，因为蓝牙指控政府践踏2018年公投，达到779万人反核实进口民意，用初步手段开放核实。针对政府提供的检验报告，蓝牙指控数据都是由日本提供，检验标准毋是世界上严格，安怎说服民众？在去年12、18的反莱猪公投，就可以跟反核实公投画上等号，这个根本就是张冠李戴。民进党政府，你不关心民生问题，不关心人民买不到鸡蛋，结果竟然对健康有疑虑的、对食安有疑虑的核实，抢先一步，马上。国民党提出多项质疑，包括敢是有风险评估、开放核实，按照做到分类开放、分级管理、边境管理、抽检量能，敢是充足。国民党为党部甲立法院党团连续召开记者会，表示会甲人民协商会，也毋过党主席朱立伦技术再次无关影，引起关注。刚刚脸书他都已经多次公开表达，那我们党里面本来就分工合作。政府解禁福岛五原市食品，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也表达立场，表示无反对，也毋过前提做到社会沟通、源头管理，明白表示。
譬如说菇类跟水产辐射的残留这个部分会较高，应该要独立来去做列管吼。显见之前如果用5县市的地区来管制吼，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对政府以台湾走向国际争取朋友为由，民众党团集期将消息原名福岛食品是要互人无清楚，要求政府做好查厂抽检，确保边境检验容量充足，对社会大众说明相关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要开放日本福岛的食品会当进口，嘛提出3项原则、3个配套哦，甲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禁止特定产品进口。针对有风险的产品，会要求辐射安全甲产地相证明。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因为大多数民众佫无共识，政府这款的做法嘛无法度互人安心。行政宣布解禁日本福岛食品，推出3原则3配套，针对风险品项要求辐射安全甲产地相证明。福岛各县市食品伫边境100%检验。民间团体认为，安尼依然无法消除人民对核灾食品的疑虑。但是呢，辐射安全标准呢，不表示它就是没有辐射。即便我们今天看到所谓辐射的合格证明哦，但是呢，你也不知道说那个标准里头它的这个辐射量到底是多少，它是99。少于100的贝克，还是它是20？今天消费者在这个市面上购买这些日本食品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它的辐射量是多少。这些辐射量，不管你是多少，其实都有影响性的。现阶段福岛各县市食品禁止输入台湾，行政宣布解禁了后，未来管制会禁止特定地区进口，改做禁止特定产品进口。消基会认为，安尼反倒倒来会互日本进口食品大乱。本来只要辨别生产地，它从这个地方生产的一些原材料，移到别的地方去加工，那么大家就无从去知道。现在如果绕政府的方式的话，不好好加强标示，反而会把这个风险转嫁到所有来自日本的农渔水产畜牧产品身上。那这种方式的话，我希望不要因此造成我们国人的困扰，也不要造成我们业界的损失，这个会双输啦。针对日本福岛5县市食品，消基会建议建立食品努力制度，应对属食品的源头，保障人民的健康。在还未得到全民共识的情形之下，强行解禁日本福岛食品，也无法度消除外界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昨暗食署有公布一份1809年进口食品的风险报告，这个报告是显示讲，日本食品辐射的风险、癌症的风险是拢真低。也毋过有动物科的专家嘛提醒讲，福岛核灾发生到达只超过10冬哦，加放射性的物质半衰期至少要30冬，嘛是更有风险。行政院正式宣布调整11年来对日本福岛食品的管制措施，强调以科学证据坚守人民食安。前一暗食署也公布1809年度数字食品风险分析，由台大独立学研究所教授姜志光主持。结论认为，国人凌晨每年平均增加的辐射暴露量较低，癌症风险应忽略。研究其实它出来的结果跟国际的研究其实蛮一致。去年12月份的时候，英国相关的研究呢，大概0.0016CIGO每年，整体来讲，癌症风险大概就是1000万分之一，不会是0，但是是一个不是那么高风险。日本福岛核灾发生到即马已经超过10年。评估报告虽然显示，日本食品辐射风险、癌症甲遗传效应风险，拢比100万分之一较低。不过有动物科医生指出，日本当地捌发现几种放射性物质，包含碘131、半衰期8天、铯134 2年。铯137甲铯90，各是30年到29年，依然是暗中分休。对于碘131或铯134，毕竟过了10年，当然说相对我想残留量会比较低。可对于铯137，它半衰30年，还有铯90半衰高达29年，所以我们还是不可大意啦。政府宣示坚守食安，福岛5县市食品会伫边境做每一批检验，暗过严重害认为台湾检验量能相对重要，是不是应支持未来检验数量，要搁看政府安怎安排。另外，除了针对地区性做特别把关以外，严重海表示特殊食品，亲像香菇、地叶也可残留辐射量，建议专家爱讨论，研议出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美国国务院今仔宣布讲，通过未来国武器为期5档的爱国者系统工程勤务计划。美国表示讲，这个计划会当帮助台湾维持飞弹的密度，嘛会当确保空中作战的战备能力。学者嘛认为讲，会当看会出来美国决心要来协助咱台湾防卫的态度，这嘛代表台美伫印太战略合作的关系，搁再进一步。发射主要功能为运输、瞄准及发射飞弹。本官向蔡英文报告爱国者飞弹的战力，这是总统蔡英文过年时特别来看爱国者飞弹部队战备的画面。美国国务院8号宣布，对着台湾有关着爱国者飞弹的相关军售，并且正式来通知国会。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嘛发出新闻稿表示，内容包括着爱国者飞弹工程的勤务，啊个飞弹效能的监测计划的设备，啊个服务。这时间超是5年，费用差不多是1亿美金，包括着工程服务的资源，啊个改善维持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国防部感谢美方的军售决定，这次的军售也显示美国对我们国防安全的重视。美方嘛表示，这届军售对着台湾维持飞弹密度，确保空中作战战备能力，来维持区域的安全。这嘛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2届对着台湾的军售。有战略学者分析，这代表台湾已经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美国对着台湾的军售已经甲其他国家同款，是随时上镜、随时来审查。马政府时期的军售案往往是几年一次。然后呢，一次宣布的话，金额很大，包括很多项目。那在蔡政府任内呢，我们跟美国的这种军售的程序算是正常化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随时提出我们的要求，那美方接受之后就随时审查，随时做出决定。嘛，外交学者分析，即马拄好是台美两三国关系真紧张，啊个俄罗斯对着乌克兰的局势嘛真紧张的时阵，美国这时阵来宣布对着台湾军售有真重要意义。传达一个很强的讯息，告诉这个北京啊，就是说这个时刻呢，不要采取这个突破现状的这种做法啊，也就是说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学者嘛提醒，美国这时阵来军售台湾，一定和两岸关系更加紧张，未来要怎应应嘛考验着总统蔡英文的政治智慧。记者张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昨过来抓抢表示讲，卫星纸2月底会起价哦。国际上一寡食用油嘛会起价，樟树油进口的价销去年到今已经起码1倍了。主要是因为生产国马来西亚欠工真严重哦，所以咱国内相关的油品哦，恐惊嘛连面会都会起价。臭豆腐、咸酥鸡拢用油来煎，不过最近原料黄大大起，油品的价销一直欠悬，厂商成本压力愈来愈大。劳力不足啊，缺工的问题，然后产量整个下降。另外气候的影响啊，能够出口的量就减少。去年的6月中，每一吨是860块美金啊，提货了。那昨天是1350块，又快要1倍了。台湾食物油连制工会表示，棕榈油国际机会价销为去年也一直欠悬。这次棕榈油机会价销盘中上悬，每吨要1374美金，迈创历史新悬。另外，黄豆油机会价销这次盘中也起到每磅66.47美分，今年起的幅度已经超过16%。食物类产品卖价销压力大，行政这次免停进口黄豆营业税，希望能压制物价。不过学者表示，消费短期措施效果有限。降税啊等等啊，这些都能够程度上的这个厂商的成本压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舒缓。如果说长期持续这样做的话，那对我们的这个财政的条件也会产生冲击。学者表示，其实会透过货币政策来压制数字性通货膨胀，不过台币升值，等减轻进口压力。不过台湾是属于出口经济导向，反倒来冲击电子业，陷入两难。目前今年为短期减税，等待拓港疫情压力转好，才来解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哦，印尼最近一日确诊的人数超过36000例，疫情是真紧张。另外，澳洲对今年3月开始就封锁边境哦，也毋过即马要对2月2日开始重新来开放边境。国际观光客只要注2档的疫苗，入境就毋免隔离。就算全球疫情还阁真严重，不是个北欧3国取消防疫规定，泰国嘛放零入境的限制。对去年3月
关边境的澳洲，伫初一就宣布讲，自20月开始要结束外面2年锁国，国际观光旅客只要有完整来自2剂新冠疫苗，安尼就会当入境免隔离。Your visa is one thing, but your entry into Australia requires you also to be double vaccinated. And I think events earlier in the year should have sent a very clear message, I think, to every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at is the requirement to enter into Australia. 特别指出，当今的万球球王乔科维奇来讲，澳洲内政部长嘛强调讲，无注疫苗的旅客同款爱申请医疗豁免，安尼才有法度来入境。另外，正重观光产业的印尼，伫这个月月初才接到第一台有载外籍旅客的国际航班。不是个印尼交通部伫初6发布入境的规定，煞互人误解讲是禁止旅客对雅加达机场来入境。交通部伫初7回回讲，这是文字去互误解，旅客会当对雅加达、巴厘岛甲辽瑞群岛这个机场来入境。只是印尼的疫情还佫咧探，初6通报有36000例，安尼嘛有首都雅加达的医疗病床伊的占床率对1月45%升到63%。Berdasarkan level assessment saat ini, kami sampaikan bahwa aglomerasi Jabodetabek, Daerah Istimewa Yogyakarta, Bali Bandung Raya, dan akan ke level 3. Hal ini terjadi bukan akibat tingginya kasus. Saya ulangi, bukan akibat tingginya kasus. 当局公布新措施，包含限缩卖场餐馆的人数，爱甲降到6成，礼拜场所嘛爱降到5成，并且经过讲疫情恐惊会伫到2月下旬才会来到上官方。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再来看美国的俄亥俄州发生步兵离开，有18民众落去冰水内底哦。直升机是救出7个人，其他的人拢互像尼船救起来。另外，马达加斯加的风台又搁增加21个人死亡，有7万多人有路无厝。伫美国海华防卫队甲西私人汽艇经过民众救援之下，有7个人互直升机为步兵当中吊起来，有4人上防卫队汽艇，有7个人坐私人汽艇，18人全部拢得救。因迄时阵伫俄亥俄州伊利湖卡托巴岛附近的结冰水域驶雪地机车，步兵向回去才受困。We do have limits to our rescue assets, and depending on what those are, dictates how many people we can take at a time and how many trips it takes to transport these individuals over to shore. It was a very good help that they were able to take 7 people. 这台汽船8出来，初7扫过马达加斯加，死亡人数搁增加。这东非岛国已经因为苦旱重创农业，受饥荒。最近半个月内，搁连续拄到2个这台汽船侵袭。北部甲南部主要公路被毁，有20条车路，17个桥拢断去，运送物资有困难。联合国警告已经出现人道救援的危机，恐惊会搁恶化。For sure that the rice field and rice crops will be damaged, will be lost. So this is the main crop for Malagasy people, and they will be seriously affected in their food security in the next 3-6 months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immediately. 落落去32公尺深的深井受困5天，而且不幸死亡摩洛哥5岁查甫囡仔雷恩，这次举行葬礼，父母感谢政府，感谢各界关心。雷恩发生代志的所在，伫伊格兰村庄有真侪深井，大部分用来灌溉大麻，也是这散车村庄主要经济来源。雷恩安怎会落入去无答案，外界也无法度知影是毋是有验尸。当局已经开始回点，为了救雷恩所掘的墓坑。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过来的消息，咱来看阿联公司要申请华人新城的山矿厂矿业权要搁等延20天哦。也搁去年9月份，最高行政法院是认为，因无取得当地部落的同意，所以撤销等延案哦。过年之前，当地有部落会议表示讲，因2月12要办同意权的投票。今仔早起有反对的族人，就来台北行政院抗议。有着黑色的布条，甲夹着抗议标语。破事案，部落族人一早就出发来到行政院，就住伫阿年新城山矿场边的因不满部落会议年前无预警，讲要伫4天了后，嘛就是2月12号来举行自相同意权的投票，决定是毋是要同意和阿年的矿业权搁等延20年，批评这根本是黑箱作业。跟过去一样，黑箱、不公开、不透明。
去年9月，最高法院撤销阿年新城山矿场的矿业权典限20年的行政处分，认定这个典限无依法提到关系部落的同意，但这个族人无法度接受如此急迫安排投票，因为关系到矿下居民居住安全的第一调查报告到今还未出来，当年顶一代土地如何流失的真相嘛一直无公开。你土地取得的不正义，这些都没有转型正义，怎么会有智商同意呢？对此，当日举办投票的部落会议主席张文成，佮协助的秀林乡公所也无法度取得回应。阿年公司是强调，1年半以来举办将近10场说明会甲交通会，率先取缔为部落的立场来思考，绝对以上大的诚意甲善意来推动这礼拜6的投票。相信符合多数族人的利益甲期待，无希望伫非常少数的反对人士佮外部力量的干扰之下，影响多数族人来行使自由意愿。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看已经起好16档拢无启用的大同关本社焚化厂，去年6月开始更新设备，打算讲要伫今年7月份试营运哦。今仔厂商先试销其中一个炉。环保局是表示，若是状况袂歹的话，4月份开始2个炉拢会做伙试销。过年前，大同关环保局已经有告过年了后，本社焚化厂要试销，设备再起。本社焚化厂工作人员陆续进厂，准备要进行试销。厂外的资讯看榜也显示出2个焚化炉的气体成分浓度数据。不过民众认为，这款的数据一般人也是看唔捌，而且放伫焚化厂的外口，官民要监督真不方便。政府每次都说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们不用担心。可是你口头说不用担心，我们就真的不担心吗？大同关的本社因为外观市无要搁代收，全关各乡镇，包括2个离岛的 MI 场拢满出来。官府争取公益化，去年征收16年来无启用过的本社焚化炉。即马工程进度将要完工，设备进行试销的情况，大同关环保局有给下到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水利署甲苗栗县政府去年开始伫头屋的沙河溪沿岸整修沙河桥甲护岸的工程哦，所发现讲附近是国宝鱼范岛式营居生存的所在，所以赶紧停工。环保团体今仔嘛去水利署的门口开记者会，因批评水利署要做工程进程，无事先调查好清楚，影响到国宝鱼的生存。落实生态检核。落实生态检核。环保团体来到水利署头前抗议，指控第2河川局甲苗栗县府伫咧头屋沙河溪沿岸进行沙河桥改建甲护岸工程，侵犯到3大国宝鱼之一范岛式营居的生存范围，将要绝种的一级保育类野生鱼种面临生存的危机。它是台湾特有种，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些直升的一个护岸把它毁坏掉，所以没有解决水患问题，反而解决了范岛式营居的生存的栖地。吴金秋表示，改建工程总经费4800多万，原本是要解决当地的水患，但是桥梁的通风断面只是为20公尺拍开到25公尺，自然的生态更加强严重的破坏。不过苗栗县水利署澄清，通风断面已经为原本的30公尺拍开到53公尺，目前工程也已经紧急停工。水利署第2河川局是认为生态检核确实无周延，会要求相关的单位重新评估。整个一个提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办这个河段的一个生态检核。那我想在施工过程当中呢，那如果说县政府有疏漏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请县政府呢针对这个部分呢再来做加强。当初一开始的时候，2河局有委托一个生态检核的公司，那当初可能落实到没有去检核到有这个范岛式营居啦。后续完成以后，相关的计划完成以后，报给2河局跟那个人救团体讨论完以后，我们才来进行后续的工程啦。水利署甲县府拢表示，过年进前曾经邀请专家学者来商讨，后续有关的持续甲各方面来沟通。环团是要求主管机关必须要重新来做全河段的治理计划，落实生态检核的机制，而且以自然为本的工法恢复河岸的生态。3方面暂时无交集。记者台中报道。今年台南市的月经港定节路，伫过年期间是有18万的观光人次。说来元宵节路，应该嘛，阁会请来袂少的人来看灯会，那么做伙来欣赏。
暗时仔的月灯港加上五彩的灯光装置艺术，甲规个港区装塔到五花十色。今年已经第10年月灯港顶制，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但是今年扩大规模重新举办，作品嘛是有史以来上多的。对开幕以来，包含新正年间，已经有18万人次来游览。灯区扩大为5大展区，那展示的作品也高达80几组件，所以其实今年的月津港灯节比往年更加的精彩。那开幕之后，其实就获得非常好的口碑。那在过年期间，因为台南的天气也相当的不错，所以涌进了大概有18万人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光客。所落来元宵节都要到啊，市府预估会阁有济民众来参观。也那是元宵的另外一个传统仪式——咸水的香鸭炮，因为国内疫情慢慢转好，目前无停办的计划。不过会取消绕境，改日咧定点放炮啊，嘛会做人阵的总量管制。原先有绕境，但是因为内政部已经公告了不许可绕境，所以我们就没有绕境，改为定点释放。但是人潮，我们希望说还是要进行一些人流的管制。那至于要做总量的管制有限量多少，我们还要跟庙方来这个讨论。咸水的香鸭炮会缩小规模来举办，也是原本定伫咧3月要举办的台湾国际蓝展，目前会如期举办，会搁看国内疫情来调整。因为国内疫情转好，台南的元宵活动拢会照防疫规定继续举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职棒味全联统一赛刚开始训练咯。今年大师兄林志胜加入味全联，从伊打开始拍职棒穿的31号的球衫哦。林志胜一望讲，这个球季伊要挑战中职史上头一届300轰的纪录，嘛望讲会当帮助球队拍入去季后赛。新球季加入味全联，林志胜伫咧开训典礼头一遍穿龙队的衫出现。身躯顶穿的是拄出道时阵的31号，特别有意义。那时候从业余开始，因为以前有一个学长非常厉害嘛，他也是选31号。那时候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他，所以我进职棒就选这个背号。那表现的也还算不错，然后就觉得这背号带给我很大的幸运。对31号有特别的感情，林志胜感谢学弟刘家凯把这个号码让予伊，伊嘛感谢两队，予伊有继续拍球的机会。林志胜访问到今年的目标的时阵，无成功个人要拼300期红不让，顶多是讲要争取球团的胜利。今年的目标我刚才写在那个许愿板啊，进季后赛。除了林志胜，两队阁有另外一位新的成员林伟霆，嘛穿伊熟悉64号。总教练叶君忠期待讲，因2个人的加入，会当甲其他成员做伙向季后赛来打拼。统一赛伫咧台南正式开训，毋但国外队员全部拢到位。去年底当第2遍心脏手术的总教练林岳平嘛出现。林岳平表示，伊会继续复健，若到伊会当搁徛起个投手的位，牵球互队员训练的时阵，就代表伊已经完全好起来。也若是老将潘武雄，伫咧新的球季确定会兼做球员和教练。新的一年是不是可以把去年的不如意把它抛开，从现在开始去准备赛季？也若是其他3队拢已经提早开训，等11年总算搁摕到冠军的中信兄弟，话讲因今年要继续摕冠军。也若是副帮汉将和长期合作的国外投手罗里达成共识，会继续做伙拍拼。24月初2开赛，也搁有1个月。球员伫咧春训调好状态和骹手，毋望就场的时阵会当替球队争取荣誉。记者综合报道。为着保护第一线警察执勤的安全，屏东县警察局前一站设一个互动式的靶场，利用电脑科技模拟700多种突发的状况，让警察透过互动的演练，会当来加强现场的反应。学生，麻烦一下，把刀放下。警察伫靶场内底，透过荧幕顶悬的模拟画面，训练执勤的应变能力。这是警政署开1500多班，伫屏东县警察局设立的互动式情景靶场，荧幕会当呈现180度甲300度的视野，模拟各种方向、角度会拄到的状况。已经设定了很多的场景哈，那应用到我们目前实务的状况，可以训练我们同仁的反应跟判断之下，该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置哈。其实在于我们执行上面来讲的话，会有比较贴近
就是真实，然后又减少就远景受伤的状况，所以这套系统是非常非常不错、非常棒的。这套系统内底有700多种接近的时阵可能会面对的情景，训练警察会当冷静应对，练习安怎甲嫌犯沟通、判断用枪的时机等等，让一寡少年警察加强训练，弥补经验无够的欠点，保障执法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哦，这几冬是正拍拼伫每一个庄头设关怀据点，目前嘛已经有384个哦。毋若提供食食，嘛做时代做伙去叮当金骨做手工艺，望讲会当来达成在地养老的理想。因应县内人口愈来愈老化，屏东县积极在推动设立社区关怀据点，由乡公所配合响应，宗教单位合作提供场所。打拼要来达成大家村里拢有关怀据点的目标。这迄落啦，做运动啦，迄落有饭通食。这咯无方便咯，有人照顾，这上好啦。屏东新设立的关怀据点，亲像宗教民俗文化协会伫万丹水仙宫的活动中心，带长辈来活动筋骨，促进健康。另外，伫新园乡中州村的环境美化家园促进会，也透过志工来关怀长辈，带长辈做手工艺，加添日常的趣味。不分任何一个场域都是希望一个社区一个据点。那宗旨没有这个据点的地方，也特别谢谢很多的公庙、教会协助的场域。让这个更宗教、更能够社区化，让自己在这个村里的长辈呢，能就近得到照顾。目前屏东县已经有384个关怀据点，分布密度超过86%，是全国1.1个。县长潘明安希望关怀据点愈来愈普及，让地方的长辈拢会当在地养老。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外国记者当伫北京当季奥运的采访哦，有记者烦恼讲中国的监控威胁到因个人的隐私，所以有的人都唔敢使用家己的手机啊哦，因伫中国办临时的手机啊来联络代志，无想要留着任何的记录。北京冬奥赛事开幕这一天发生这插曲。咱们往前走，哥们儿。哎，稍等一会儿，我先看新闻联播。一名荷兰记者连续到一半，就被中国保安人员赶走，后批来主报讲起。全国际奥委会事后表示，这是误会一场。按过真侪外国记者无这么简单接受官方的讲法，有人佫是去进前就做好准备。I set up a burner computer, which is what we're talking on right now. I have a burner phone. I even have a burner iPad with me just to be doubly sure. So, none of my usual identities are on that. Most of my accounts aren't logged into while I'm here. 除了烦恼资料外泄，外国记者伫北京活动也因为防疫受严重限制。除了泡泡区记者名凊彩刷叮当，而且随时拢被监控。There's cameras absolutely everywhere, but you're not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wondering if you're being tailed because you're speaking to a Chinese dissident. 就算踮伫泡泡区采访，也因为太检这原因登记。这记者受访到一半，就被催去做检测。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顶礼拜就警告，中国新闻自由降到真紧，官方愈来愈常常用法律威胁social媒体，采访面临真大难度。外国媒体烦恼自由受限制，中国民众是掀起了抢买冬奥吉祥物冰墩墩的热潮。北京冬奥纪念品店这2天摆甲长乐路，就是为着要互冰包掉的鸟形冰墩墩。我们是7点50，然后排到7点50排到了12点多。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太火爆了这个产品，然后比较遗憾没有买到。他们说只能到年后15以后才会有货。有网友案件讲淘宝填了这电商平台拢买无。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民众无法度入去看比赛，所以收藏冰墩墩弥补遗憾。政府主办单位是表示，因为拄好拄到农历春节，工厂休困，冰墩墩才会欠货，会赶紧增加产量。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这2天哦，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阁有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其他的所在哦早暗嘛较凉冷。台湾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卖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阁有金门、马祖、澎湖，拢是侪分好天的天气。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